来到南投，去年8月太水嘅时节，使到南投信义乡明德村嘅部分溪，也是公园嘅天气位也流失的。提示河川区为做到安全，还个保爱足够，故所呢爱自用差不多10公顷嘅农地。河川区如果去信义乡同当地嘅农民来协调土地证书嘅补偿嘅事情。不过本人征用嘅有44笔嘅土地，才能事业有效符补偿资格。故所农民会不满。河川区小块征收土地补偿大合会，日记日调到前主栏溪船的地都必须在时本太水搭配。河川区考量行水安全，所以新起嘅绑咪叫嘅50公尺都進來，所以本來本水搭配嘅農地，河川區就照法提供徵收補償費。就是明德堤防的提升本身，还有那个河川里面的地的话，如果那业者能够拿出合法承租权的话，这一部分我们都一并就近处理哈。日记日到地中下係漂來嘅，所以做河川區嘅清查統計，收到徵收嘅44筆土地地圖，跟那4筆合符補償資格，發展講出來引起農民嘅強烈反彈。我們有去申請，我們去鑑界，現在有地號了，但是我們都沒有名字在裡面啊。每到本日從大學會社有結果，所以參加人員就加強提議，前來新義鄉長參加大學，希望使加強程度變通嘅方式來聽取農民拿到補償資格。在行政單位不違法，而且讓百姓能夠得到一點補償的方式找這個方式來處理會比較好啊。同鄉長全面答下了後，河川區同意個延長2個月嘅時間，不了對農民書寫相關嘅證明文件，由公所來聽取農民辦理資格審查認定。本來800歲在就衝擊，佢就當出過來，當然望政府講，就法律講，近期呢個補償金本期本期價天上下河縣法定為模案啦。如果他的資料有提供給我們，我們會來做一個會診跟輔導，讓他們確實可以取得這樣子的一個資格啦。有啲農民講，基建種植其他10年嘅土地本需搭配了後，經濟到基建當困難呢。你間南望向公所係簽啲聽數，冇睇自家係兩年度徵收補償金，來補生活冇咁困難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